研究術數好容易接觸到一個哲學命題嘅，究竟人生係咪整定呢？如果人生唔係整定，點解算命會準呢？解答呢一個問題之前呢，首先要問嘅何謂準？舉個例子，本人命盤田宅宮呢，有粒星叫做八座嘅，咁啱我人生有一半時間呢，先後喺唔同屋苑都住喺第八座。咁係咪所有人命盤田宅宮有八座都一定住喺八座呢？諗下都知冇可能啦。又例如我哋有一啲死者嘅命盤嘅，係咪所有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嘅人都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呢？答案亦都好明顯嘅，唔係啦。斗數嘅基本前提假設，亦可以話係術數嘅定理啊。命盤有講未必會發生，但人生有發生過嘅事呢，命盤必有所反映嘅。打個比喻，命盤有講你受傷，你未必會受傷，但如果你受傷呢，命盤係必定有所反映。斗數係明確否定命定論嘅，命盤只係一個範圍，命盤有係入咗圍，係有可能發生，命盤冇呢，就冇可能發生。命盤係反映事情嘅可能性同機率，推盤思路就係建基於呢一個定理嘅。就住一個問題，我哋要思考有冇可能發生，如果發生係大機會、中等機會定係細機會。